乡亲啊，咱继续就来看这个台北地检署认定郭文泰有4大罪：违背职务收钱、图利、公益侵占甲背信，向法院来求取着动刑28年6个月。风期啊，将近4个月，郭文泰搁再来到北检，老小姐表情真复杂。警察总结的这讲，敢若早有心理准备，会防求处动刑。以都市更新为重要政见，且亲自为金华城案等都市发展论坛致辞，深知都市更新法令，且于连任时积极筹谋培植政治实力及募集资金。根据整个起诉的资料。郭文泰伫台北市场的前台，伫金华城用这个备案中，触犯着违背职务、借钱借超过17万，坚持强制推进提升奖励，涉嫌主管监督事务道理罪，北检具体求刑15档，罚5000万，褫夺公款10档。另外，伫竞选总统的期间，作为民众党的党主席，在伫无权的规定中，将政治现金当作是家己的小金库，涉嫌公益侵犯罪，罚求刑11档。佮将将募基金会款项摕来付员工薪水，涉嫌背信，罚判2年6个月，总共求刑28档半。检方在侦办过程当中有发现。柯文哲呢跟彭胜生设有这个贪污治罪条例里面有关于财产来源不明罪的部分，他这部分已经分案另外分案去做侦办。北检求刑意见包括着郭文泰违背着市场选税条例，每当接受西等等的事件，道理财团霸业，佮只是强还出境，认为伊犯后的态度无好，因为违背职务共收钱，上少关10档起跳。就算郭文泰唔认罪，伊牵涉到的2案4大罪，恐惊无论安怎，拢爱封关。Hello， 我是张新文。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